界上上大咖啡生产国是巴西，不过巴西伫进前是拄着70多年来上界严重的可汗，野火烧袂离，超过2成的咖啡豆受损害。外界即嘛是预估讲，明年全球咖啡的价格可能会起价。对天顶看落去，大部分的食物拢打冷气。巴西拄着70多年来上严重的可汗，搁再加上温度悬和森林野火连连发生，特别是亚马逊雨林区域，已经炭烧1个月嘅野火，和巴西阿拉比卡咖啡豆产地有1/5拢被烧掉。巴西是世界上上大的咖啡生产国，因为气候变迁的问题和咖啡豆的产量严重下滑，可能有供应短缺的问题。明年开始，全世界咖啡拢会起价。Café eu perdi mais ou menos de 8 a 10 mil pés, entendeu? Estava previsto uma colheita aí de 500, 600 sacos, vai colher mais ou menos a metade, quer dizer, a metade queimou. 国际咖啡组织资料指出，因为通膨已经到13年来的新高，咖啡的价格也低起。根据国际咖啡组织所公布的8个咖啡综合指标绩效市场报告，即马平均每一磅起到2.38块美金，差不多代表76块。比去年同期起码加55%。另外，资深的粮食甲饮食经济学家讲，除了气候的问题，亚洲的需求增加也是和咖啡豆起价的原因之一。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。